風雨同路，並肩前進，與君同行，途君行。好，翻嚟第二節，咁啊頭先講台灣啦，咁啊有個感覺就係咧，原來拍吳文遠做節目咧係舒服過拍杜君啊，咁啊聽眾們自己睇下啦，哇！如果呢集收聽率高咧，杜君可以接埋啦，講笑啫。OK， 咁啊我哋今日咧就都想講一講翻咧，其實呢一兩個禮拜咧社會上咧都有幾樣比較重要嘅事情咧係我覺得需要討論嘅。即係如果講九巴加價重要之餘咧，其實講緊呢個直資學校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咁啱咧，今日喺明報咧，盧子健又出咗篇文，咁啊主要就扮左派咁去講呢個即係直資係呢個右翼意識嘅一個傾斜嘅產物之類啦，咁樣啦嚇。即係我唔知佢有幾左啦，不過唔緊要，即係佢入邊嗰啲論述咧係其實非常之清晰嘅，亦都同社民連一貫嘅立場啊、社民主義嗰個睇法好似。即係如果我哋講直資學校咧。其實背後講緊嗰個就係喺教育呢一個議題上面，究竟我哋點樣睇政府嘅角色呢？嗱，呢一個好重要嘅。以往咧好多時候所講嘅教育就係講緊話政府俾投放資源去培訓一啲嘅人才，咁你有人才，你個社會即係先可以帶動到你起碼社會嗰個經濟嘅結構啦，社會成個流動嘅結構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如果要追溯翻香港嘅教育制度咧，其實就係喺即係70年代麥理浩嚟嘅時候咧，就開始完善。咁我開始講緊免費教育，咁起碼啲人讀咗小學先，讀完小學開始就擴到去9年、12年咁樣就可以讀埋中學啦、初中啦，起碼可以。咁結果咧，香港個識字率啊，或者個教育水平就高咗好多。咁你睇翻咧，其實都係配合咗成個香港經濟嘅發展嘅，即係你有咗一班嘅人才之後，加上即係大專教育後來普及化啦，咁啊令到即係香港起碼而家即係掉個磚頭落街都揼死幾個都有大學學位嘅大學生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呢一個直資嘅學校，究竟係發生緊一個乜嘢嘅問題咧？就係講緊直資學校就係話，我唔係攞政府我係一方面攞政府嘅資源嘅同時咧，我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自由度嚇。我譬如喺收生上面、課程上面係有較大嘅彈性嘅。咁傳統有邊啲直資學校咪就係即係名校啦嚇。咁啊，阿文遠就喺外國讀書翻嚟啦。咁啊，外國嗰啲經驗咧，即係同香港都有少少相類似嘅，我相信就。嗱，我就小學嗰陣時喺香港讀啦，咁都係中二嗰陣時過外國嘅，咁但係我過去啊紐西蘭、澳洲啦，咁嗰啲基本上都係即係福利，即係都相對地福利主義國家啦，又唔可以話全福利主義嘅。咁所以咧，嗰邊嘅教育咧，尤其是中學教育咧，就好簡單嘅，完全係政府資助。你間大學咧，如果你間中學咧，如果真係計營運開支啊，你每收一個學生咧就蝕水嘅，就肯定噶啦。咁但係個政府補貼翻嘅啫。係。咁嗱，佢哋咧就全部係 merit base， 即係你考得叻仔高分嘅，你就可以考入啲名校。即低分嘅你就去其他啦。咁初都會有啲話鬆寧嘅，即係話如果你係住喺嗰個區嗰個學校附近，咁當然有優先啦，校網嗰啲啊，咁實有嘅呢啲就。咁嗱，但係咧，我舉例啦，我以前讀嗰間紐西蘭嗰間中學啦，Oakland Grammar School， 佢你睇到咧係佢收生收好多，因為係幾好嘅學校嚟嘅。佢但係唔同層面有10幾班。你由最叻，即係一級有10幾班，一級有10幾班。咁你係講人口啫，10幾班由最 top 嗰班咧，我係講緊啲人係去得到哈佛嗰扎嘅。係到最低嗰班咧，係佢哋係連大學都肯定考唔到嗰隻嘅，都有嘅 cross section。而除咗呢一個即係 merit 嘅 cross section 之外咧，仲有就係你嘅背景，係不分貴賤。即係可能你係富家子弟，但你都可能係入最閪嗰班。係啦，有嘅，即係真係按能力去排嘅。Okay. 而真係會有 mix 嘅。咁其實呢一樣同香港係有好大分別啦，係咪啊？但係其實你宏觀啲從個教育方針嚟睇咧，呢一個方向係對於教育下一代咧係有好大幫助嘅。就意思就係話咧，你出身富貴嘅細路仔。從小嗰陣時咧，都已經有機會透過你嘅同學仔或者朋友去接觸唔同階層嘅人，同生活。
對你嘅視野同對整個社會嘅了解係擴闊咗好多嘅。啱翻翻過嚟，你好似香港咁，我有啲即係 friend 以前喺香港讀書，喺啲名校咁樣嘅，又本身都富貴開嘅，佢哋係真係去到中學都未搭過巴士嗰隻嘅，佢哋真係連公屋都未經過或者未入過去嗰隻嘅。嗱，佢可能讀書好叻，佢以後都可能會揾好多錢，但係你從一個個人嘅發展嚟講，佢係唔夠宏觀性，亦都好難去全面咁樣發揮到即係自己嘅長處啊！以後喺個社會度，同話我啱啱講喺紐西蘭、澳洲呢啲咁嘅教育制度咧，係分別係好大好大。唔係我諗咧，講教育呢一個問題咧，一定係要聯繫到嗰個社會流動性嗰個問題，即係一路以嚟所講就係話，或者政府個主流論述，或者嗰一個嘅虛構嘅幻象，就係話俾你聽，你努力讀書，你上進，你有學歷，你可以靠你嘅能力去脫貧。即係呢個係即係以前一路所講，即係之前有幾集都成日講就話嗰個獅子山下精神嘅一個故事啦。咁但係而家點解失衡咧？就係你會見到就係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即係完全個教育制度就係反映咗而家個社會個問題。OK， 你有錢嘅人，你睇下拔萃、喇沙呢啲比較係出名嘅直資嘅學校，佢而家收生咧係去到一個地步，就係直頭係睇埋你嘅背景。係咪有宗教背景仲大鑊？睇你老豆老母有冇洗禮，係嘛？即係睇你可唔可以得救嘅。原來即係嗰個階級個觀念咧係極度係根深蒂固。如果咧用翻我哋嗰個論述去講，就係話咧，直資學校咧完完全全就係嗰個右派嘅產物。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右派成日都話 ，OK， 我哋希望政府即係小政府係啦，小政府干涉得越少就越好。OK， 你俾翻個自由度俾我。連教育嘅市場都係咁，即係我能夠控制嘅越多就越好。政府咧，你掉錢俾我得㗎啦，你唔使理我點樣，我收生啊諸如此類嗰啲咧，你估唔到我嘅。嗱，而家審計處出個報告，其實正正就係反映咗呢一個問題嘅存在。當然啦，我哋要再去帶深一個層次嘅論述，就即再難啲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要諗一諗教育本身嘅意義係乜先？係俾你去強化翻你嗰紮嘅特權，嗰紮嘅有錢人嘅學歷啊，定係還是係想拉近大家嘅距離咧？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有一個理論成日都話咧，其實大家一出世嘅時候咧，每個人嘅起跑線都唔同嘅，係咪？我同吳文遠嘅起跑線都唔同啦，吳文遠出身富豪，唔係我高咗幾寸啫。你高係人都知，我矮係人都知，我唔緊要。我而家講跑步，譬如跑100米咁樣一個比喻 ，OK？ 我同阿吳文遠鬥跑。嗱，我好快嘅，我可以快到呢個劉翔咁快嘅，即係或者快過100米飛人，我可以9秒5就可以跑完100米嘅。但係你咧就因為有先天嘅優勢，你就結果咧係50米嗰條線度起跑。我快極啊，都追唔到你啊，大佬！即係仲要係我要有嗰個能力去到有9秒5，我先有機會可以挑戰到你，而你係要慢啲喎。得嚟而家連鞋都唔俾你着喎要。係啦，嗱，連你嘅跑鞋、你嘅訓練嗰啲嘢咧，全部都唔同嘅。咁所以你就話啦，即係呢個就好完完全全反映到就係話，而家個教育制度就係有一個咁嘅問題存在啊嘛。你直資學校嘅出現，原先政府就係話諗住鬆綁，俾少少好處或者俾大啲嘅空間俾你哋去發展。但個問題就出咗嚟就係話，有好大部分嘅人，一啲窮家子弟，佢想佢能力係可能係比讀名校嘅高，但係就正正因為呢個制度之下咧，佢根本唔能夠接受更好嘅教育，結果咧。嗰班人咧就有特權嘅咧，或者即係稍為有少少聲望嘅家族咧，嗰啲人咧就可以即係把持住嗰啲優質教育。咁嗰啲普通啊劣質教育咧，就留俾我哋呢啲下三流嘅人。即係呢一個咧係你諗下，一個細路仔一出世，佢一面對教育，即係佢最先要接觸呢個世界，第一就係屋企啦 ，OK， 第二就係教育。佢喺教育嘅裏邊已經見到一個咁唔公義，即係你係會灰啊，甚至乎嗰個論述話俾你聽，你係賤㗎啦，你仆街啦。唔係最慘就係咧，你香港我哋而家講緊直資都係中小學嘅問題嘅，但係其實成個教育制度係個問題伸展到去大專或更後，而所有呢啲嘢咧，其實唔係單單講個教育制度，仲要講緊香港嘅社會福利啊、人口政策啊，90幾樣全部係 intertwine 咗喺度嘅。嗱，你睇翻啦。我當擺即係大頂右派嘅冇啦，大市場小政府，我當
係無良政府啦。我覺得教育唔係政府嘅 responsibility，教育嘅你哋自己市場。